珠海華發嘅第4代住宅，大平層240平方，價錢筍到爆，總價500萬就可以擁有咁靚嘅新規住宅啦！你睇前後都係無遮擋嘅，你睇無遮擋嘅河景海景，呢邊咧就係山景哈，層高3米。嚟到我哋主客廳先，客廳開間8米闊，3面採光。咁靚嘅空間，你哋喜唔喜歡？我哋從入門口同大家介紹下先。入戶玄關出邊2梯2戶，獨門獨戶嘅哈，呢啲係豪宅嘅標配啦。門外面贈送咗8個平方米嘅私人空間。通過我哋入戶嘅子母大門之後，首先嚟到我哋左右2排儲物櫃嘅空間啦。入戶玄關嘅右手邊就係客房、保姆房、公主房嘅位置。入戶玄關嘅左手邊就係我哋嘅客房、書房，仲有主人房，5房5衛咁哇塞嘅戶型。我而家關咗燈，室內嘅光線都係足夠嘅，配有4000平方嘅業主會所、健身房、游泳池、會客室應有盡有。30分鐘時間去到深圳，仲有香港5分鐘到達香洲嘅主城區。你冇聽錯哈，周邊嘅商業配套非常之，樓下就有地鐵站、輕軌站，去到廣州南站只需要30分鐘嘅啫。有興趣嘅朋友，500萬帶你攞低咁靚嘅大平層。